一杯水就令到 BB 唔喊。今次提供大發現嘅阿 May，佢有多年照顧 BB 嘅經驗。瞓喺 BB 床上面嘅呢，就係佢3個月大嘅姨甥女啦。不過睇條片，佢都好似完全冇辦法喎。BB 女一直係咁喊。等陣，佢做乜走咗去飲水啊？究竟佢搞乜東東啊？哇！個 BB 女真係即刻唔喊，收晒聲喎。究竟阿 May 做咗啲乜嘢啊？同埋嗰杯水又係咩嚟嘅咧？先咧就要準備一杯水，又或者唔係水都得嘅，但係水會比較方便咯。而且每個人屋企都一定會有啊嘛。再將大概1個茶匙嘅水含喺口裏面，記住係含，千祈唔好吞咗佢啊！然後咧一邊微微張開你嘅嘴巴，一邊吸氣，之後就會發出一種聲音噶啦。喂，大家聽下，就係呢一啲好似玩水嘅聲音啊！只要俾 BB 仔聽下咧，佢哋就唔會喊噶啦。為咗驗證呢一個大發現對 BB 係咪有效，我哋揾多咗2個 BB 測試呢一個大發現，睇下佢哋有咩反應。真係即刻唔喊喎，好神奇啊！究竟點解會咁㗎？首先咧就講 BB 仔嗰個聽覺能力先啦。原來咧 BB 仔喺媽咪早期懷孕嘅時候咧已經開始發展緊㗎咯喎。咁加上咧 BB 仔喺媽咪嘅母體度咧係俾啲羊水包住咗啦，所以 BB 仔咧對啲水嘅感覺啊同埋流動性咧都好熟悉嘅。當佢日後出咗世之後咧，佢再聽翻一啲似曾相識嘅流水聲嘅時候咧，自然就會產生佢一啲嘅安全感啦，而令到佢個情緒咧就會容易啲平復到。哦，原來呢啲咕嚕咕嚕嘅聲音咧，係會營造出一個好似 BB 仲喺媽咪母體入面嘅環境感，令到 BB 咧覺得好安全同埋好舒適嘅，所以咧 BB 仔咧就唔會喊啦。如果下次到你嘅 BB 喊到收唔到聲咧，不妨試下用呢一個大發現啦。